你老还要在家呢？我想了。怎么打？去！你是谁的？你打我，你再打我一下试试。打试试。再打我一下试试。再打一下试试。那你吵，你这咋的？再打就试试。必须都来黄土岗派出所分了。咋的？看。哥，你再骂我就试试。再骂你咋了？再试试，咱是拖到这儿，我试试，我看看来。我看到我这3岁手表给你咋了？再给我拖到这儿，我看看来。我来黄土岗厕所。厕所哪？是不是都叫来？妈，我跟你们说，妈，你真给我死了！来，你小米来，打谁呀？妈了个逼开了！来，打谁？我说你打谁？好，你想拍哪个？我跟你靠边，你靠边，打几个？你想拍哪个？你可累，你他妈我关他妈啥愣着了啊！妈，我你想拍哪个？拿出来吓我谁呢？搁这儿，拿出来吓我谁呢？搁这儿？吓谁呢？你知道？你咋知道？拿着吓我谁呢？你拍我试试来。爸爸说好你打。别！来，试试来。他大声，试试。你看我试试来。我正好你给你放飞呢，搁这儿。啊！你太闲了你！哎呦我操！你太闲了！你靠边儿，你太闲鸡毛了你！妈呀！你太闲了！啊！你小心点！我你可打我咋了？咋了？来，你可打我了！来，你录来，打人了！到这里，城管打人了！拍着呢我。拍着，别动，来，瞅了啊，打人了啊！这打到什么事了？你录了。毛多少打了？你再用我试试。这谁了？靠你妈！你对谁呢？这谁打了？你别指我啊！我正好，你我从小长这么大，没人敢指我，知道不？你咋了？真你咋了？啥玩意我咋了？真你咋了？我管你知咋的？你想我死了？你啥事想我的？我听你。妈的！你骂谁呢？别老跟妈的，别踩我脚！你让那个别踩我脚！你跟谁呢？你打我死！你打我死！靠边儿！你靠边儿！顺着你妈的啊！你靠边儿！拍着啊！这鸡边上打他个赖上。我真呐！走啊！拍着！怎么的？咋那个是？怎么的？啊？你请坐下去了。怎么的？揍我吧！我正好赶上来，来，操你！你看谁不服打的？操你妈！怎么了？啊妈！啊！妈，我觉得我老命了，真刀！来，妈呀！谢了，照了，重新照。重新照。